沈志哥，新年快乐，给你拜年了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！谢谢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谢谢。谢谢。新年快乐，给您拜年了！老挝地区南13号公路第3标段，从原来颠簸不平的土路，到现在宽阔平坦、带有着路灯的柏油路，都是建设者们日复一日的辛苦作业换来的成绩。路旁的建设里程碑，记录着建设者们洒下的汗水，让这段路成为了公司在老挝地区行走的名片。